BBB 嘅雪兒 ，Hello， 我係 BBB 嘅 Elise， 我係 Smart Baby 嘅俊俊。我哋今日帶大家嚟到位於灣仔嘅林寶堅尼 showroom 睇靚車，係咪好期待呢？不如而家就開始介紹啦。首先為大家介紹 Hurricane LP6104， 佢係2座位嘅跑車，佢嘅引擎容量係5204cc， 佢嘅馬力有700匹，佢嘅扭力係560mm， 由0km 到100km 只需3.2秒，佢最高時速係325公里。然後又 refer to 咗 LP784 Roadster， 佢係2座位嘅開篷跑車，佢嘅引擎容量係6498cc， 馬力係700匹，佢嘅扭力係690mm， 由0km 至到100km只需3秒，最高時速係350km。最後有Aventador LP784， 佢係2座位跑車，引擎容量係6498cc， 馬力有700匹，扭力係690mm， 由0km 至到100km只需2.9秒，最高時速係350km。除咗靚車之外，呢間 showroom 仲有好多林寶堅尼出嘅產品，等我哋試俾大家睇下啦。睇完啲靚車係咪好想買返一架呢？記住我哋今日介紹嘅靚車啦！想知我哋下次介紹邊款靚車呢？就記住留意我哋啦，拜拜。